第18章第1節，耶和華佇萬里的上樹遐對亞伯拉罕出現。迄時日當熱，亞伯拉罕坐佇布邊門口，行目起來看，看見三人佇對面在徛，伊一個看見，就對布邊門口走去迎接因，伏佇地面，講：我的主，我若佇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求你毋通離開奴僕做你去，用阮摕淡薄水，互恁洗骹，且歇困佇樹骹，我閣摕淡薄餅，互恁點心，然後進前去，因為恁是為着安尼，才到恁的奴僕遮。因講：通照你的話去行。亞伯拉罕趕緊入布邊見撒拉，講：你緊緊用3細盒的麵粉爛做餅。亞伯拉罕閣走到牛群的所在，牽一隻生閣好的牛仔來，交予奴僕，伊就趕緊去備飯。亞伯拉罕閣摕磷油甲奶，甲所備飯的牛仔來，擺佇因的面前，家己佇樹骹徛佇因的身邊，因就食。因甲伊講：你的某撒拉佇叨落？伊講：佇布邊內。第10節，因中間一個講：到期，我的確要閣來你遮，你的某撒拉要生一個囝。撒拉佇後面布邊門口在聽。亞伯拉罕甲撒拉年歲已經老，撒拉的月經已經絕。撒拉心內笑，講：我已經衰懶，我的主也老啦，兼猶有這號的歡喜。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講：撒拉為啥事笑？講：我已經老，果真會生囝嘛？兼耶和華有做未來的事嘛？到期明年這時，我要閣來你遮，撒拉要生一個囝。撒拉驚毋認，講：我無笑。迄人講：無影，你實在有笑。遐人就對遐起來，往所多瑪去。亞伯拉罕也甲因相甲行，要送因一站。耶和華講：我所要做的事，兼通對亞伯拉罕允勸嘛？因為亞伯拉罕的確要誠做強大的國，地上萬國要因為伊來得到福氣。我捌伊是要互伊命令伊的囝甲伊的家眷，互因常常守耶和華的道理，秉公行義。直到耶和華指亞伯拉罕所講的話，攏歸互伊。第20節，耶和華講：所多瑪、蛾摩拉發現的聲真大，因的罪惡實在重。我膽要落去，看因所行的，果然已經照我所聽的聲也無。若無安尼，我也袂知。遐人對遐活轉身，往所多瑪去。亞伯拉罕要徛佇耶和華的面前。亞伯拉罕近前來，講：好人甲歹人，你攏要招滅嘛？即使城內有50個好人，你猶原要招滅迄所在嘛？無要為着城內這50個好人來赦免因嘛？願你決斷無安尼行，將好人甲歹人做一個害死，直到好人甲歹人相同。願你決斷無安尼行，審判全地的主兼無行公義嘛？耶和華講：我若佇所多瑪城內拄着有50個好人，我就為着因的緣故寬容迄所在。亞伯拉罕應講：我雖然是血膚土粉，猶佫敢對主講話。即使這50個好人欠5個，你就因為欠5個招滅全城嘛？伊講：我佇遐若拄着有45個，也無要招滅。亞伯拉罕閣對伊講：即使佇遐拄着40個呢？伊講：為着這40個的緣故，我也無要做這個事。第30節，伊閣講：求主無得受氣，我要閣講：即使佇遐若拄着30個呢？伊講：我佇遐若拄着有30個，我也無要做這個事。伊講：我猶佫敢對主講，即使佇遐拄着有20個呢？伊講：為着這20個的緣故，
我也无要走灭。伊讲求主无得受气，我阁讲这一摆，即使伫遐拄着有10个呢。伊讲为着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无要走灭。耶和华甲亚伯拉罕讲明白就上去，亚伯拉罕也倒去伊的所在。